伊就是台湾的啦。好，哦，所以伊讲安怎？伊讲可惜啦，恁本国的字真恶，真恶，啥物意思？迄是迄当阵的台语啦。可惜恁本国的字真恶，真恶啥？真恶啦，真恶啦，吼，少人看会晓得。无啥人看有啦，少人看会晓得啦。所以啦，阮有设反面的法度，用白话字来印册，互恁正人看较快慢。有无？较快慢啦。伊讲迄当阵汉字足歹学的啦，汉字你得学会晓，你到小学6年就会写，还会写毋着字对无？是毋是安尼？你学几档啊？你学6档啊？你也会写毋着字对无？是毋是安尼？因为咱昨讲话汉字伤济，学袂了啦，学袂了。你到即摆嘛是也会写毋着字啊，对无？我有时嘛会啊，吼对无？所以汉字啊吼真正无好，尤其伫台湾迄当阵教育还无普遍的时代，大家拢毋捌字啦，大家拢毋捌字，敢若少数的人会当去学汉学啊，对无吼？要安怎？要安怎？所以讲，阮有设反面的法度啦，阮有想其他的方法，用白话字来印册，互恁正人看较快吧。因为安怎？因为罗马字，罗马字的字母无济，20通的，对无？20通的还佫配合声调，你学一下步、2下步、3下步，就学会晓啦，就学会晓啦，对无？学会晓以后，伊就咱开始传播知识啦，对无？伊想要，伊传教士啊第一当然想要传福音啦，传圣经、传啥的道理。但是另外一方面，伊想要互台湾人啊，赶紧有知识，赶紧有文化啦，莫佫想讲什么火车破坏你的风水啦，真诶是安尼啊！你知影火车原本要经过宝岛啦，宝岛啦，毋是宝岛，北斗、宝岛，结果迄边啊讲因为迄个啥，因为什么破坏风水啥，无爱互伊过啊结果就我去园林遐去，结果咧，人园林大发展伊遐看风水，所以伊就是想要互台湾莫佫拔细骹，莫佫拔骹有无莫佫有迄种龙虎的遐古早的概念咧生活啥物发烧就爱食啥物酱鸡粉啊，啥物碗糕啊伊咧要互大家较紧有文明咧，所以因着用罗马字去教育迄当阵的迄个信徒，就是有相信基督教，也是讲伊来看医生，因为迄拢是医疗传教。你知影台湾上早的西医的病院是新老病院。迄个南部是新楼，中部是中华基督教病院，因拢用白话字，就是罗马字的，叫做内外科看护学、内外科看护学的课本在教，因为医护人员，因为医护人员全部拢罗马字的你若看内底物件，你感觉足先进的，细胞、佫有迄个人体构造，拢总是罗马字，拢总是罗马字。所以伊来，你讲你无钱，你来看医生对无？然后无要紧，我甲你看，免钱甲你医，但是你爱来做礼拜，受教育，学白话字，我甲你讲文明的代志、文化的代志啊。所以伊就安尼写足侪人来受教育，所以台湾迄当阵迄个基督徒也是讲基督徒较晚，因着受着现代知识的洗礼，就是讲伊着听着现代知识啦，拢学白话字来，咱举一寡趣味的例啦，是毋是？这是1885年的府城教会图啦。1886年，佫有一个报道啦，北港妈的新闻啦，这咧讲啥？你知？这咧讲妈祖出巡啦，因为迄个大甲妈原本是行去北港，你知？即摆是行去新港，迄以前是行去北港，但是因为北港妈讲啦，你比我较细汉啊，所以你要来朝拜我，大甲妈就袂爽啊，讲我信徒比你较济，我比你较请伊啊，你呢凭啥物要做我大个？所以伊就甲北港妈大家北港妈就冤家嘛所以大家妈就讲好，我袂去遐，我去新港。你啦，我是讲真诶啦就是安尼。好，来，迄当阵北港妈的新闻，伊就是讲妈祖出巡啦，结果相拍诶代志。你看，抢桥相拍啦，一直伫1886年到进了咧拍啦，你看偌含咧对吧？你看逐年拢咧拍哇所以你知影迄中华迄区拍甲足厉害对所以送去光桥，你知影？到迄段拢送去光桥。拢是警察去光桥啦，警察去光桥，因为一般人无法度因着抢桥嘛，所以拢警察去光桥，结果嘛是去互抢为啥嘛？因为检察官去抢桥啦，对吧？检察官，所以
迄当阵北港妈的新闻就来讲啊吼，迄北港妈出巡啊，中个相拍啊，是新闻啦。这就是富城教会报啦。1886年，佫有另外一个故事，最神奇个啦。吼，伊叫做啥物故事咧？日本的怪事。日本的怪事啦，伊咧讲啥咧？日本有狐狸神有无？狐狸神啦吼，拜迄狐狸神。吼，啊，就伫狐狸神的神庙的附近啊吼，有一间女社。啊，迄女社的头家啊吼，即世人上大兴趣就是偷看人徛伫房间咧创啥安尼啦。吼，啊，有一工啊吼，有一个人啊吼，就来住店啦吼。啊，住店以后吼，迄人迄头家兴趣就来啊对无？啊，就入去房间休困。啊，休困啊吼，头家就偷偷甲房间门拍开一窗啊吼，啊，就伫外口咧迷咧，咧看伊咧创啥咧啦。结果看着毋对咧，迄人徛咧困。吼，啊我吼，面罩柜内底吼有一柜迄个狐狸尾流所走出来安尼啦，吼，哎呦，你个狐狸，啊迄个人啊吼，迄人客就发现头家嘛，来，你入来咧，吼，啊头家入去啊，伊讲，伊人客就甲讲吼，实不相瞒啦，是咱附近迄间狐狸神啊吼，诶庙里的狐狸神派我出来有任务啦，吼，啊你即摆你看着我啊吼。我爱互你啥封口费对无？吼，你毋通甲别人讲啦。但为着要保障你啊，吼，你莫甲别人讲，吼，我是秘密出来。你吼3工的暗时啊，吼，伫迄个狐狸神神庙的迄个香炉下面啦，你囥钱落，半暝去囥，过灯工早起起来就安怎？double，你知影？不管你囥偌济，就 double 安尼。3工了，我任务结束，等于就走啊对无？第一工爱安怎？第一工爱安怎？囥一丝仔试看卖对无？囥一丝仔试看卖咯。第二工起来安怎？double对无？啊，第二工咧，囥搁较济咧对无？一丝仔对无？吼，看卖对无？搁来第三工起来安怎？double对无？double对无？最后一工爱安怎？装地对无？吼，啥物钱都装地对无？啊，最后一工起来安怎？无对啦，嘛对无？就是即个故事啦，金光党的故事啦，吼。啊，这是日本的故事，我爱甲伊翻做台语，互台湾人。伫迄当阵的报纸啊，看咧1886年。哦，迄当阵就金光党。嘿啊，对啦吼。啊，过来吼，搁较厝，迄是1880几年对吧吼？1912年，1912年迄当阵嘛，才民国几年，2年尔对吧吼？中国人迄当阵除了上海啦，除了一寡。租界都市较闹热以外，大部分的所在还是真落伍，对吧？吼。但是咱台湾咧看啥物报纸，你知影？1912年有一个报纸，迄标题叫做《攻破大船》。攻破大船，倒一只大船伫1912年出代志。我互恁看就知，伊遮先科普，因为台湾人迄当阵地势还无介好，伊讲较我北嘅遐吼有落雪啦，啊若阵较南边啊吼才有落雨啦。吼，就是讲我北极遐敢若会落雪袂落雨，因为伤寒。啊，但是较南边的所在就会落雨。啊，伊所来一段拢咧讲啊吼，啥物海林啊吼，有一寡冰山，啊冰山浮伫水面的足少的，啊伫咧下面的足济，所以船看到时就已经袂赴啊，就已经落落啊安尼。吼，啊所以吼，伊就遮咧讲科普知识，咱就先跳回来，因为已经无聊对吧？好，来，消息伫遮。在西历4月14年，4月14年，4月14啦，哦，4月14，伫大西洋往美国去打，大西洋有无？大西洋往美国去打有无？吼，就是往咱遮迄边，有啥？哦，有啥？有天的万国第一大只船，万国是啥物意思？就是世界，万国博览会有无？迄万国就是世界的意思啦，吼，就是世界第一大的船啦，迄只是英国船，号叫啥？Titanic 有无？英语甲台语罗马字放做伙，完全无啥物毋对，对吧？看起来完全足自然。Titanic 啦，吼 ，Titanic 安怎？有45000吨大，45000吨啦，吼，4万迄当阵讲吨啦，吼，啊，即摆讲吨啦，45000吨，伊佫知影讲咱无概念对吧？45000吨是偌济？伊讲对家人驶到新湖啦，遐个船是干那6000外吨。意思是啥？台湾驶去日本迄敢若6000外啦，啊有46000外啦，对吧？要互台湾人知影讲到底有偌大，所以你看这报纸写的人嘛，真用心对吧？吼，先科普知识啊，搁来吼，来，啊搁来咧，吼，安尼啦，吼，伊弄着冰山了安怎？吼，先来讲，船顶啊吼有2200人伫船
船来啦，吼，2200人啦，咱2200人因弄着冰山了后啊，吼，无水沉落啦，吼，游园浮水面差不多4点钟久啦。对无？就是咱伫电影看到，迄浮伫水面4点钟，大家咧下线啊，咧创啥，咧救生，4点钟久，吼，搁来咧，最后咧，吼，吼，搁来就是救活800人，只有1400人死去，吼，救活800人，1400人，吼，死去安尼，吼，啊船面啊有金条啦，吼，有金条，哒，莫插伊啦，吼，就是安尼啦，吼，敢若船的价值啊，吼，就差不多安尼啊啦，吼，敢若船本身的价值就嘛，所以你看，所以迄当阵咱的台湾人啊，吼，咱的台湾人是读世界的，你知影？咱台湾甲世界的交流，咱以前拢用中文受教育，所以咱敢若知影讲啊，吼，啥物物件好的拢中国来，啥物知识拢中国来，袂输中国人还袂来台湾进前，台湾拢无开化，拢足落伍，啥物物件，所有好的拢是中国来。No， 其实毋是安尼，恁若去研究荷兰时代的历史啊，荷兰时代迄个大航海时代，对无吼？荷兰西北啊，咱台湾早就是世界迄个地理大发现有无？迄个大航海时代真重要的一个所在。迄当阵咱甲外国人就已经西洋人就已经接触甲足密切的，啊，搁来传教士来到台湾以后，你看咱台湾人受的是啥物款的教育，看的是啥物报纸？迄报纸面顶会写Titanic沉落的消息，佮写甲真详细，是毋是安尼？所以台湾人啦，迄当阵是透过罗马字啦，教会罗马字。学真侪西洋的物件，上新的物件，所以以前啦吼，阮有一个，等下吼，阮有做一套册啦，吼，即套册的中主编啊吼。啊，Google 毋着关片数啊 ，Google 毋着关片数啊，迄套册白话字。文学就是荷兰之前的算，袂记你迄会文学选集，台语白话字文学选集，有一套册啊吼，遮，即套册，阮做伙编一套册啦，迄是成功大学的迄个蒋伟文教授台文所哦，蒋伟文教授主编。啊，阮啊吼，一人编一册，一人编一册，一人编一本啦。啊，蒋伟文教授是总主编安尼吼。啊，即中即个是我何信涵我吼。诗歌即本是我编的啦，即本是我编的安尼。但是迄当阵的诗歌吼，白话字用早期罗马字写的，拢大部分是迄种甲传教有关系，甲传教有关，所以咱我就无伫遮甲大家分享啦。吼，但是我甲大家分享，即个文化论述甲启明即本内底的标题。标题你就知影讲，迄当阵的人拢用台语，就是19世纪甲20世纪初期，吼，一直到20世纪初期，即个台湾人会晓罗马字的，甲袂晓罗马字的，会晓台语的，会晓台语罗马字，甲袂晓台语罗马字的，伊学的知识差偌济。我甲大家分享，即本文化论出来的，即本也有咧卖哦，但是伊一届卖就爱卖一套，袂当卖一本尔。在那个台湾那个博客来有。所以上网去查。对，上网去买。台语白话字文学选集，吼，台语白话字文学选集，伊其实是全罗马字对吧？你看无对吧？但是为着要互大家看有啊吼，阮甲翻译做汉罗，汉字加罗马字，同样都是台语啦。但是只是讲吼，阮甲汉，因为阮甲咱罗马字无汉字嘛，看较学，所以阮有加汉字落啊吼，互伊变成对照。你伫即边显是全罗马字，啊后壁显是汉罗的版本，啊你若看无全台语、全罗马字，你会当看汉字加罗马字，看较快吧呢。你就会知影讲吼，台湾早期到底学啥物物件啦？吼，学啥物物件？因那部don't show again，你嘛，这头前是全罗的对无？咱来看汉罗的版本。汉罗这部分，吼，大家看较快慢啦，吼，汉罗。吼，到底迄早期的台湾人拢用迄个学啥物物件？迄白话字的字义，咱先跳过，就是谁若要学白话字，谁若要学罗马字安尼。咱来看标题就好啊，吼，咱来看标题就好啊。吼，咱看一个啊，吼，我先吹着，我来较细，再来放大。好，这白话字的字义。
好，来哦，你看，树木的利益，这咧讲啥？环保，保护树木，食物保护，食物保护。当时的文章1892年，台湾人就用台语咧讨论保护环境。19世纪哦，啊，搁来是啥？青美学，青美学是啥？看无的人的教育，台湾人足早就咧讨论要安怎教育青美人啊，要安怎教育青美人啊。所以当时19世纪哦，迄当时还无中华民国咧哦，对无？迄当时还无中华民国，台湾人就咧讨论青美教育，就咧讨论保护动物，照顾青美人，体恤禽兽，动物保护。你看咱台湾人迄当阵19世纪末期用罗马字咧讨论咧，其实已经是足现代化，照顾弱势迄种概念嘛，有无？是毋是安尼？你看迄文章啦，迄文章，啊，搁来，台湾字，台湾字你看台湾你会当伫内底看到地理，现代的地理教材，伊甲人教育讲安怎？台湾分做啥？伫遮，台北区伫遮，台北区有无？台北县有无？分做台北县有无？台北县有县城内，台北区有无？大稻埕、淡水、水塘骹，水塘骹是倒位？水塘骹是即摆倒位？水塘骹佫有出邮票面顶登水塘骹咧，石子啦。石子的水伫遐转啊，所以石子啊，子有啊水伫遐，所以叫水塘骹啊，所以叫顶上溪有啊，恁知影嘛？家人嘛，金包里嘛，金包里是啥物所在？啥物所在？阿里金山。金山哦，金包里金山啦，嘿，金包里啦。啊，桃仔园是倒位？桃园啦，即摆，所以你看，即摆的桃园啊伫迄当阵是台北内底啦，属于台北，无即摆的桃园啦，有啊啊有新竹啦，但是新竹内底有苗栗有后人啦，所以迄当阵的迄个苗栗嘛，还伫新竹内底，有无？敢伫先，所以迄当阵个人台北，搁来着新竹啊，搁来新竹啊。大家嘛是哦，大家嘛是新竹哦。你看，台北嘛是新竹哦，新竹县哦，哇大家。啊，若台中咧，台中彰化、鹿港拢台中，葫芦墩就是丰原，哇，东四角就是当时，哇，连云林、埔里，这拢台中，这拢台中啦，哇啊，嘉义咧，搁来，所以无彰化，无云林，啊有嘉义，嘉义搁有啥？嘉义埔仔骹，就是即摆埔子，对无？即摆埔子有无？新营、詹文溪，迄因过拢算迄个嘉义的啦，这因过拢算嘉义的。先来是意思就市区。市区，那迄老台北你有听过无？迄老台北人有能住倒？住台北倒位？阮住城内，对内行的。啊，讲迄城内是啊，足摇摆安尼吼，就是我恁住啦，阮住城内啦，无啥啦。城内哇，台北有迄个城门哇吼，迄城内就是啥？就是像即摆迄个市中大安区意思共款啦吼，离开大安区拢中南部啦，对吧？大安区拢中南部啦，所以你住家人的啊吼，莫想讲啊吼，我北部人啊，人咧骂中南部，我对咧骂 ，no， 家人是中南部，只要你无住伫城内，拢中南部啦，听无？你咧骂中南部，毋是干那咧骂真正中南部，除了阮台北城以外，恁拢中南部啦，恁拢对吧？是毋是安尼？所以迄内都有城内啦，就是安尼啦。所以你看，足新鲜的啦。你看啊，迄人个高雄叫凤山，啊，台南有关城来甲安平安尼尔。有凤山，东港啦、枋寮啦、恒春啦，所以即摆屏东的拢是迄人拢高雄，哇，大家有啊。啊，台东咧，台东宜兰啊，无华咧，对吧？啊，平湖，哇，是毋是安尼？1898年。所以咱知影讲19世纪的时，咱台湾就咧传播迄个啥？用罗马字就咧传播迄个现代的地理知识啊！你来看吼，你来看伊个小解，你来看伊个小解吼。县厅设伫台北城内，就是市政府啦，伊就是市政府里面首了，就是总督住伫遐。来吼，好来，台北县东西长有16里，南北17里，宽差不多是273个4方里，4方里就是平方公里哦，平方公里。这小解是毋是甲即摆地理差不多？即摆小解是安怎小解？什物波士顿长、东西长偌长啊？南北有偌长啊？差不多偌大对无？是毋是安尼？是毋是甲即摆的迄个地理差不多对无？原来家甲庄社的家合共1437个，这是啥？社区对区啦，内底佫分做规区安尼啦吼。口座就是家户数。
那个家户数嘛，口座有遮济，家户数有偌济，啊头喙就是偌济人口啦吼，人口有偌济，中有保理办务署迄个人的行政，所以你看，迄当阵119世纪的台湾人哦，迄个19世纪哦，的台湾人，透过罗马字已经咧学现代地理的知识啦，是毋是安尼？是毋是安尼？啊，可能看一寡你会惊的物件，你讲啊，吼，迄当阵哪会安尼？吼，迄当阵哪会安尼？这保守，这嘛保守精生啦，因为动物的保护足重要，好无要紧。哦，跳过火车的起因，什么时阵台湾人咧讨论史蒂芬森发明火车？史蒂芬森发明火车有无？小老遮火车的起因，什么时阵台湾人咧讨论史蒂芬森？这内底咧讲史蒂芬森安怎发明火车？迄是毋是足科学的知识了？万姑娘对吧？吼。人讲，什么时阵我有看年过？1900年，民国前11年，迄当阵就开始咧讨论迄个啥，台湾人咧看火车的声音啊。哦，啊，即个姑娘是迄个讲法啦，就是伊无结婚，啊专心奉侍上帝，就人就叫伊姑娘啦。所以是修女还传教士？应该是啦，这个去 Google 去查一下啦，吼，查一下。赖永祥牧师啊，吼。赖永祥牧师嘛住附近啦，吼，伊张老也是牧师，赖永祥，赖永祥张老也是牧师，赖永祥张老也是牧师，张老，赖永祥张老啊吼，伊有出一套册啊吼，足好诶吼，迄教会书话，吼啊嘛有台语版，吼伫迄个台语新闻台内底，迄内底有写一寡教会进前诶历史，就咱查着万姑娘啊，我已经袂记哩万姑娘是啥啦，吼，真有名啦，但我袂记哩啦，吼。就是安尼吼，所以1900年咧讨论火车，啊，佮来你看，外国讲了，换讲台湾的铁骑路，有无？换讲台湾的铁骑路，当时咧讲外国的台湾的铁骑路，1905年，对吧？吼，啊，佮来咧，飞轮机，有无？飞轮机，吼，飞轮机，论意大利，论意大利，有无？吼，意大利，吼，啊，佮来咧，论德国。你通看着讲啊吼，你通看着讲，咱迄当阵的台湾人啦吼，台湾人其实你看1916年，用迄个啥，用台语咧学各种现代化的知识，你有发现无？现代地理，啊，还有啥卫生甲厝，这出嘛足厉害，卫生甲厝即本，你看吼，伊吼，即个我用罗马字，我用台语念互你听啦，我是用罗马字。迄个空气的中啦，有几啊项特点，就是酸素、甲指数、甲碳气3项的中，酸素甲指数是第一个。吼，伊咧讲啥？空气内底有3种成分啦，上素就是啥？上素就是氧气啦，吼。指数就是啥？即摆现代的台语叫做质素啦，吼，氮气啦，吼。碳气是啥？二氧化碳的碳气啦。这3项是上济啦，吼，啊，其中啊吼，指数甲酸素是上搁较济啦，比碳素较济。有符合即摆科学观念吼，空气内底上济的成分就是氮气，有无吼？啊，第二济就是上素、氧气，对吧吼？啊，第三济是二氧化碳。台湾迄当阵已经知影，这个知识啊，吼，这个知识啊，当时咧讲这1918年，19所以咱台湾人迄当阵用罗马字的报纸咧学的物件吼，是足现代化的知识，足先进的物件，毋是咱想的遐落后。所以因为迄个物件是啥？是西洋传教士传来，所以伊直接连接到就是西洋上新的知识，你知影无？所以吼，啊，即个罗马字啊吼叫做白话字，啊，即个传统一直传到即阵啦吼，还有咧使用，吼，还有白话字的传统，啊嘛是即摆教育部的迄个台路，就是即摆全台湾拢用台路咧学的迄个物件，诶。精神啦，台路就是照白话字去改过来安尼啦，吼，所以这是足重要。所以白话罗马字伫台湾已经有要300年的历史啊，吼，200万年的历史啊，对无？是毋是安尼？留下文献啦，吼，足济。所以咱学台语啊，吼，学罗马字，毋是因为伊方便尔，另外一个佫有，伊是牵涉着台湾另外一段记录。你若会晓罗马字哦，白话字，你会当去看早前遮个文献，对无？你会当看着甲。敢若会晓华语汉字的人看到文献，完全无共款的观点，对吧？吼，所以这就是罗马字的重要性。好，
早起的补充吼，就到遮啦吼。感谢大家，咱准备食饭啊吼。感谢天父较紧的话，你嘛知影吼，就这两间课程上到遮啦。你嘛知讲，你看咱听就知讲，台语啊，实在是足丰富的一个语言，有啊吼，会当讲的物件实在是太侪了，吼，加两工，只好尽量甲各位分享啦，吼，啊若无法度的，就是未来恁有兴趣啊吼，恁伫遮其实嘛会当家己组社团啦吼，组一寡台语读册会啦吼，啊是讲台语班啊啥，啊其实若无方，就是讲大家无方便嘛会当 online 啊，就是线顶的啊，美西有团体就是用。就是用迄个线顶的啊，吼啊线顶的嘛真方便啊，有几来个班 ，Uber 有一个台语班，就是线顶的台语班，online 的台语班安尼，哦线顶就是 online 啦，线顶的台语班安尼吼，啊 online 的台语班吼啊，所以因 Vancouver 就做一个，伊对象就是美东嘛有人，美中嘛有人，美西嘛有人，啊去上，因为大家拢 online 嘛免飞来飞去，对无吼，啊就安尼，啊一礼拜一届啊吼，啊是安怎啊嘛足方便的安尼啦吼。啊，若大家有啥物需要，若真正有组一个团体、一个班啥，吼，有啥物需要再甲我联络啊，我看会当提供啥物款的帮助安尼资源啊，拢真好啊，吼，啊因为两工的时间实在是，就是真短啦，但是咱讲的物件，两工讲会了，咱就免开较侪年去研究啊，对无？是不是安尼？吼，好，来，讲歌进前，好啦，我进前啊吼，进前，你若去 YouTube Google 啊吼。上拍台湾歌啦，吼，上拍送，即个若要用注音拍，要用拍炮啦，炮，啊，你用台语拍吼，就是拍啦，吼，上拍台湾歌安尼啦，吼，啊，即个上拍台湾歌有两季啦，吼，两季，啊，我是即个节目的台语顾问安尼，吼，叫台语顾问，所以先讲一个啊，迄个甲歌曲的关系，即个啊吼是阮的迄个制作人啦，洪英良先生啦，伊是洪英凤的小弟，啊，洪英凤伊囝，吼。啊，伊甲文系拢足好诶啦，吼，就是歌大安尼吼。好，来，开始，吼，伫咱开始唱歌之前啊，唱歌有台语之前先讲一寡新鲜诶物件，有关台语歌啦，吼。咱可能听到台语歌，感觉讲吼，咱就安尼唱啊，吼，啊就无啥啊，就唱歌欢喜啊，快乐啊。但是其实人吼，我诶背后，咱看出真侪物件，就是歌词啦。我先甲各位讲，因为我毋是学音乐的，吼，所以对遐乐理啊、啥物件吼，我就无法度，对无吼？所以吼，咱咧讲歌主要是对歌词来落手啦，吼。啊，若对什么美声唱法啦，吼，啊唱起来安怎乌苏的咪哦啊，吼，啊是讲啊吼，唱迄个啊什么乐理的部分，我毋知影啦，吼，迄无法度啦，吼，一人总是有限啦，吼。好，所以咱主要是咧讲歌词，但是你若对着歌词内底啊，吼，你能看到。时代的变化，啊，甲台湾人啊吼，慢慢啊对迄个足无自信的，毋知影要行去倒位去，吼，啊到遮足有自信的，吼，啊安尼感觉做啥物代志拢感觉足快乐、足欢喜，啊足有希望、足有愿望，迄种台湾社会迄种变化，咱举几个例啦，吼，孤女的愿望啦，吼，孤女的愿望，1959年的孤女的愿望。爸爸是去外地做工课啊，像大家移民来美国，对无吼？是毋是安尼？也是讲啊吼，迄当阵台湾社会变化是对庄脚移民去迄个都市啊吼。啊，对台语歌内底啊，孤女愿望的歌词是写做安怎？哦，有人会晓唱。人讲繁华的都市，台北几多去？来。我就是无意外，可怜的女儿。你看，无意外啦，可怜的女儿啦，吼，啊自细汉啦，吼，对无？咱来看歌词啦，足可怜的啦。伊其实咱吼，即个你来听，迄个是悲情的歌嘛，对无？吼，来，咱来看这啦，吼，你看。请做借问报田的，咱无要教大家唱啦，所以无罗马字安尼吼。请借问报田的田庄阿伯啊，吼，人讲繁华的都市，台北位倒去啦？阮就是无依我可怜的女儿啦，自细汉就来离开父母的身边啦，对无吼？啊，想要创啥？想要来去都市做女工过日子啦，足可怜的有这是第一趴。日本时代的台语歌吼，真正拢有三拍啦。啊，三拍，你甲注意看，迄三拍毋是因为迄当然迄伫音乐来讲啦吼，因为伊迄唱盘一
地的迄个一面啦，会当录的一开始技术无好，会当录的时间有限，所以伊歌的长度就敢若安尼，所以爱加几拍安尼啦吼。但是你若去看迄个歌词，逐拍的歌词中其实是有联络的。伊第一个是问讲啥，报田的田庄阿伯啦；第二个是问讲啊吼，路边的卖薰阿姐啦；第三个是问讲办公阿伯啦。这有啥物美感呢？这要伫庄骹，所以拄着田庄阿伯对无？第二拍已经来到台北啊，伊咧问卖薰的都市工厂是毋是要用人？已经来到工厂对面啊，有无？已经来到工厂对面啊，对无？吼，伫庄骹来到工厂啊，啊，到第三拍咧，伊已经入去办公室啊，哇，问迄办公室阿伯哇，所以伊一拍一拍一直行到遐对无？但是啊吼，你看我地头青疏啦，以外无希望啦，少钱也都忍耐3冬5冬啦。哇吼，是毋是足可怜的？所以迄当阵的台湾人啊吼，对农业社会改变到迄个工业社会，台湾的囡仔吼，对迄个离乡背景，对田庄来到都市吼，心内是惊吓的，是毋知影家己当创啥，对家己是足无自信的。所以，就算钱少也袂要紧啦，哦，你互我上加的薪资啦，只要互我有一喙饭通食，啊，我嘛毋知影我会当创啥啦，啊，我自细汉就无意外啦，那除了以外，除了这以外无希望啊啦，对无？所以。真可怜啊，真可怜。但是时代慢慢演变，时代慢慢演变。1990年，林强的向前行，大家晓唱无？哦，来晓唱的，来，啊，来，咱来看歌词啦。哦，林强的向前行啦，吼，你看嘛，吼，火车渐渐要起行。再会我的故乡甲亲情。哇！好来，伊安怎？伊讲安怎？我要来去台北打拼，哇，嘛是共款哦。离开故乡要去台北哦，甲迄个田庄也袂共款哦，对无？但是安怎？伊安怎？哦，再会吧，哦，啥物拢毋惊，哦，再会吧，哦，向前行，有无？是毋是安尼？人讲啥物好康的拢伫遐，对无？是毋是安尼？伊是安怎？伊是充满希望，有无？伊足有望的啦，伊充满希望，伊就是要去台北打拼，啊，足有自信的，对无？别人安怎讲，拢袂要紧啦，吼，好咯。别人啊吼，朋友笑我是爱做面盲的戆囝啦，但是安怎？我无爱插因啦，我的路是家己行的啦。你看迄气魄有无吼？迄望充满希望，我要来去别位打拼，但是我毋是足无自信，我毋是感觉讲我啥物拢袂晓，我除了这以外拢无法度啊。所以你爱可怜我，你互我上加的薪水嘛袂要紧。No， 已经毋是安尼啊，对无？别人讲安怎，别人笑我是爱面盲的戆囝，但是我就是有望啊，对无？我就是有希望，我有自信，我对我的能力有自信，我要来去别位打拼，我一定要伫外口吼拼出家己的一条路。所以我向前行，我啥物拢毋惊。哇！对迄个歌词啦，吼，咱就会当看出哦，即个社会变化。以前就是爱啥物故乡，阮若拍开心内门窗，哇吼，就会当看到故乡迄个人吼。虽然啊吼，千里远哇吼，但是暂时安慰我心内啊。就是你会当知影讲啊吼，迄个情景就无共款，有无？情景无共款。好，这是啥物物件？这是离开故乡向前拍拼。啊，若留伫故乡的咧，1937年的龙川剧，龙川剧生做安怎？透早就出门，天色渐渐光。过来咧。好，为着过三顿。过三顿，毋惊残水连声声。有无？透早就出门有无？快乐的声，即个快乐的声，但是你其实看伊的歌词，你注意看伊的歌词吼，伊的歌词吼，伊讲是透早就出门对无？吼，啊天色渐渐光，伊就讲出早就出门对无？但是啥，为着过三顿啦。吼有无？毋惊残水冷酸酸有无？但是咧，足艰苦诶，啥物打水车啦，安怎吼？就是内底也毋是大日头，啥物，就是类似迄种诶无？你若去看迄个农村曲诶歌曲啊吼，伊足辛苦诶，吼，即个但是伊为着未来忍耐，伊为着未来忍耐对无？伊足辛苦诶，伊感觉足忝忍耐。啊，但是即摆时间过到2010年，时间过到2010年。
代志安怎变化？当时中乐团有一条歌叫《快乐的正常人》，吼，看找头路真困难，吼，等于下讲做田。吼，我伊讲吼，找头路真困难啦，哦，册读较尼悬，看就去当去下讲，对老爸种田，对无？是毋是安尼？好啊，共款当去种田啊，5点起床，6点出门，天也还袂光，是毋是？甲迄农村客共款对无？吼，啊你无法度你做田就是安尼啊，无你做田要困到自然醒，是要当时才对无？吼，是毋是安尼？就安尼嘛，吼，安尼啦。啊，但是咧，哦，7点早顿变较好，来啊吼，你看汗流到规身躯。但是伊讲安怎？原来这是简单的快乐啦！哇，简单的快乐，人伊足欢喜的，对无？伊足欢喜的啊！哦，伊脱只骹若上完啦，吼，对无？咱拢是土地啊，喏，爱土地啦，快乐的正常人啦！哇，哦，啊，搁来啦，落水哦，风调雨顺收成好，落水哦，骨力就好年当。英过咱台湾若讲着台语歌内底若讲着落雨拢安怎？风落正你错，做爱着爱情的路途。哇，是毋是安尼？啊，讲到落雨就足悲情的，哇，足悲惨的。啥物落一个雨就啥物拢免做啊，落一个雨男朋友就甲伊分手啊，是毋是安尼？无像落雨这雨落这里做来爱情的路途，对无？是毋是安尼？足可怜的啦。但是人即摆落雨是讲安怎？落水哦，风调雨顺收成好，骨力就好年当啦，快乐对无？咱讲啊吼，心情无共款的环境，你就感觉完全无共款，对无？所以即摆的台语歌啦，现代的台语歌吼，都无共款啦，对无？吼，无共款啦，对无？吼，所以啊吼，你看合家平安身体好，危机嘛是好时机，对无？所以即摆的台语歌吼，但迄时阵讲吼，你出去外口拍拼是充满希望。但你若留伫故乡种做咧，共款是足有愿望的，对无？现代农业，对无？咱台湾之前有一个政策叫做青年返乡，有无吼？青年返乡就要鼓励少年人，当伊个故乡创啥？发展现代农业，对无？经营社区，吼，对无？社区营造，迄个地方创新、地方创生，吼，共款的物件就是要鼓励大家当去庄脚就对啊，当去故乡，所以快乐的做田人啦，吼，所以你看吼，嘛改变哦，嘛无共款哦，嘛无共款哦。啊，爱情咧，苦酒有一条歌啊，吼，有一块歌叫做《落声》啦，遐，会晓唱无？日黄昏，爱情啊要落船，哇，会晓唱无？想着心酸目睭斗昏，有话要讲叹一阵。假使心头乱滚滚，想袂出，亲像失了魂。落声那样就要离开阮。哇，来大家讲，看好耶！我会晓唱了吼，规条我会晓唱，足厉害。所以你看吼，这个苦酒啦吼。来，所以我问大家啦吼，先问大家一个问题啦：上船是去船顶，还是落船是去船顶？上船。上船是去船顶，还是落船是去船顶？啊，感觉上船是去船顶的牙手好无？感觉落船是去船顶的牙手好无？拢讲嘛是，两个都是。你嘛无啥物人教牙手了无？但是安尼，我问恁啦吼。爱情仔要落船，爱情仔要上花，是免落去船顶。上船。啊，爱情仔要落船，到底是落船是去船顶，还是上花？上船。爱情仔要去倒？出海。啊，爱情仔是伫海外要转来，还是我要出去？出海。出海嘛，对无？所以你看吼，台语足奥妙的，上船嘛是上船，落船嘛是上船。对无？上船嘛是上船，落船嘛是上船啦。啊，安尼听有无？安尼听有无？足奇怪对无？吼，足奇怪对无？足特别的对无？吼，所以吼，这就先讲一下，这歌词内底，伫歌词内底，你就当讲，你就当看出真侪特别的用法对无？因为无啊，上船这是上船，落船，阮毋捌安尼讲啊。啊无苦酒，敢无袂写？什么时代台湾人？迄阵就该晓讲台语对无？是毋是安尼？迄绝对用的是正的嘛。好，所以日方写一个这个啦，吼，好来，过来啊吼，过来，好，
所以咱来看伊的心情啦，伊的心情安怎？心情乱纷纷啦，亲像失了魂啦，对无吼？啊，落声啦，遐就要离开军啦，哦，即种歌足济啦，落声一响啊吼，就要离开军啦。什么火车已经到车站啦，哇，是毋是安尼？哦，人是欢喜来接亲人啦，啊，阮是来相送的啦，吼，啊，所以吼，什么火车伊有3趴嘛，共款嘛，什么火车已经到车站，啊，再来火车已经过车站，有啊吼，啊，伊就一直走去，有即啊就避静的啦，吼，有是毋是安尼？哦，啊，其实咱吼，你搁伫内底咱看到一个趣味的物件，一个叫神奇的物件。你看，第一段是啥？第一段是爱情仔要落船，对吧？吼，爱情仔要落船，吼，迄是日黄昏，爱情仔要落船，对吧？吼，啊，第二趴是啥？船顶星，爱情仔徛船墘，船顶星，爱情仔徛船墘，有无？吼，爱情仔已经安怎？伫船顶啊，已经伫船顶啊，对吧？已经伫船顶啊，对吧？是毋是安尼？啊，搁来咧，定离水安怎？爱情仔船要开，有无吼？是毋是？咱为讲，伊迄3趴吼，你注意甲看，迄拢是有剧情的，吼，迄拢是有剧情的，迄拢毋是讲啊吼，迄个虽然，但是一段写虽然，迄个连续嘛。对吧？是毋是啊？啊，心情安怎？情上泪，心肝像尖威，有无吼？插甲威有啥物无共？插甲威有啥物无共？尖会当插，袂当威对吧？但是长时间的，姜是短的。插比较深一点，还有点转的那个感觉。准是威啦，威啦，对，威啦，吼，是毋是安尼？吼，这亲像江地位，对了嘛？啊，对，对吧？内底嘛是有亲像江咧位有啊，对吼，嘛有江咧，迄位毋是敢若插尔，插一听一个尔，但是位是安尼转落去安尼，就是安尼啊，所以足恐怖的对无？足恐怖，所以位较听是插位啦，位对无？吼，所以吼，就是。对吧？心肝亲像江咧位啦，吼，落声若响啦，落声若响袂得再上小水。查某囡仔吼，迄当阵传统的台语歌吼，拢用迄个用动物来讲啦，吼，啥物查甫拢用动物来比喻啦，野啦、蜜蜂啦，啊查某囡仔吼拢用食物来比喻啦，因为是安怎？花就伫遐等嘛，对无吼？啊，啥物时阵蜜蜂要来，啊，伊要去别蕊花遐，伊就顾在伊去，对无？伊是主动的。查甫是动物，所以伊是主动的，伊会当看要飞去倒拢随在伊。啊，伊什么时阵要飞倒来，拢随在伊嘛。啊，查某囡仔是花，吼，所以就伫遐等，等下遐等，啊，囡仔无倒来，啊无合起来，明仔载再去讲，啊，明仔载啊无合起来，所以吼，伊是足被动的，有无？是毋是安尼？你若看古早的台语歌吼，拢是安尼嘛，对无？啊，所以查某囡仔吼，跟来咱伫遐等查甫去外口拍拼，啊，毋知什么时阵要倒来，对无？是毋是安尼？就算是啥？就算是。爱着外国人嘛共款，对无？就算是爱着外国人，荷兰的军医，啥？安平对象客啦，大家拢内行的啦，对无？敢若楼下啥物物件，互伊做违纪，一寡胃肠药啊，金石子胃肠药，是毋是安尼？只有金石子互我做违纪，有无？是毋是安尼？金石子是胃肠药。你毋知啊？安平对象客内底啊吼，有一句叫只有金石子啦，互我做违纪啦。其实伊是讲十字架啦，伊是讲十字架啦，就感觉有一个胃肠药叫金石子胃肠药，所以大家就拢甲我讲笑，我迄是老迄罐，所以楼下迄个十字架啦，吼十字架。所以吼，安平的海边啊，你去即摆去看台南海边啊，有一个乡哦，有一个，毋知袂记是石头乡还是东乡。吼，就是迄内底就是讲金小姐甲因查某囡仔。这是正式的代志。就迄条歌伤出名啦，啊，所以大家嘛毋知影真啊假，但是写歌的人讲迄是真的啦，啊，毋知影，但是就是做一个像，伊讲迄是台湾版的小美人鱼的故事啦，吼，因为小美人鱼就是爱着爱情嘛，啊爱袂着嘛，吼，啊这是台湾版的，用台湾的历史补出来，就是啥，咱常讲的台湾历史补出来就是迄个荷兰人啊吼来台湾的世界嘛，吼，啊爱着荷兰人啊。所以嘛是共款类似的故事啦，安平对相克，对无吼？是毋是安尼？但是拢是安怎？查某囡仔就是一直等待，吼啊查甫要转来毋转来，毋知影，啊随时啊当时要转来嘛毋知影，反正就一直等啊人是好啦，但时代慢慢啊咧改变，时代慢慢啊咧改变，即摆是啥？
即摆的歌是啥物物件？看粤语的即摆的歌，我无看过歌。青春，对，即摆的歌是《纯情青春梦》，有人会晓唱无？纯情青春梦，安怎？来唱看卖吼，来听播一下。我哪有歌词啊？还有歌词票。对啊我来无看到《纯情青春梦》啊，应该伫我潘越云的歌啦。嘿，应该伫我电脑内底啦，吼，这是无看到啦，说错去吼。上你个火车头，对，歹势吼。孙俪养成记啊。我这后壁，咱免人家用啦吼，纯情青春梦啦吼，咱等下吼。对，咱来点即个版本。我先甲大家讲，你若要考台语歌的歌词，甚至学台语啊吼，你一定爱来坐。有一个歌词正字，歌词正字，你拍台语歌吼，歌词正字，这是台北的理工科基金会、李江雀文教基金会，迄陈鸿辉老师因吼，因做的一个平台，伊是共同编修平台，意思是啥物件？逐个人，你若有想买，你嘛会当去甲迄个啥台语歌编做正确的歌词。就是讲，伊原文拢有袂写对无？吼，伊有3个版本，你看，吼，伊有3个版本，你看，吼，伊就是啥呢？伊就是啥呢？吼，伊会当有，这个是原本的啦，吼，原本的，因为人原本有版权，咱袂当甲改，对无吼？但是咱有教育部的标准汉字，甲教育部标准罗马字，吼，诶，迄个版本对照安尼，吼，你会当鸟嘛，吼，嘿，好，啊，所以送你到火车头，月头就做你走。亲像长线风吹，香囊棒球的。无，正到遮是毋是足传统的对无？对无？哦，是嘛安尼？哦，就送你到火车头，月头就做你走，像长线风吹。对，甲咱头仔讲考照迄路线啦，遐也是迄个什物车站，共款嘛，对无？共款嘛。但是第4句啊吼，有小可无共呢。双人放手就来自由飞，奇怪咧吼，爱人仔走以后安怎？哦，我自由啊！我双人放手就来自由飞啊，对无？是毋是安尼？是毋是安尼？你看后壁啦吼，就是你看后壁啦，伊讲吼，伊咱讲传统的台语歌就是一直等对无？吼，但是伊讲，有嘛有，逐工等。一件等来的是怎梦？对无？伊嘛有逐工等啦，伊嘛捌等，对无吼？但是伊上惊安怎？等下毋知当时要转来啊，对无？迄传统的台语歌就是安尼，爱人仔对人走，对无？伫遐另外结亲情，故乡迄拢等袂着啊，对无？是毋是安尼？所以讲我嘛有逐工等啦，但是我嘛惊等来是绝望啦，所以安怎？想来想去，袂当辜负着青春梦，青春梦。你想来想去嘛，我这少年，我的时间遮宝贵，而且一直等你要创啥咧，对无？辜负我的青春梦，对无？是毋是安尼？是。对无？啊，伊讲是安怎？伊讲咱两人相欠债啦，你欠阮有较济啦。我对你较好，我进前付出较济，你无啥物好甲我讲的，你付出阮就较少啦，对无？我较爱你，对无？规气来看破来切切的较实在啦，有无？规气看破来切切较实在啦，来切切的啦，吼，对无？你毋知要去偌久嘛？你家己选择的嘛，吼。我伫遮，你家己选择要离开我的嘛，好切切，吼，有无？是毋是安尼？那过来第2趴咯，送你到火车头安尼啦，吼。好，毋是阮毋肯等。时代已经无共，查某人嘛有家己的想法，对无？阮查某人嘛有啥？啊，第3趴已经讲啥？吼，查某人嘛有家己的愿望。我的人生嘛，我的人生目标，我的人生毋是干那爱情尔呢，毋是讲我的人生干那咱伫遐一直等你，最后等你转来娶我，啊结婚帮你生囝，迄就是我的人生目标。我查某囡仔人嘛有家己的愿望啊，时代已经无共啊，现代的女性我嘛有想要拼事业啊，我嘛有想要伫我的人生有一寡我家己的成就啊，毋是拢干那挖好伫查甫人的下面尔，对无？所以吼，你若要去，无要紧啦，毋知影当时要转来无要紧啦，咱切切对无？咱切切，反正进前做伙是该付出的，我拢付出啦，对无？是毋是安尼？所以这就是啥？你看时代无共款啊，有无？连迄种类似的物件、类似的题材的台语歌，早前的
台语歌内底，啊，啥啊正经查某人甲伊伫等，因为伊离开查某人，伊无自信嘛，伊离开迄个查某人，伊毋知人生要怎过，对无吼？啊，伊嘛无才了生存啦，吼，伊只有我靠查某人才通生存啦。但时代已经改变了嘛，所以对你看离乡背景去拍拼的人来讲，嘛足有自信去拍拼。老伫田庄咧做田的，我嘛种做啊足快乐的，对无吼？啊足快乐足有希望的。爱情嘛是共款人，以前个人咱问查甫人吼，当时要倒来，即摆毋免啦，我讲对无？是毋是安尼？嘛足有自信的，有无？所以你伫台语歌的歌词内底，就咱看到台湾社会的演变，对古早一个足无自信的台湾人，变做即摆勇敢自信的台湾人。是毋是安尼？是毋是安尼？这是咱对流行歌的歌词内底会当看出来，其实会当看出一个物件的啦。只是讲咱时间的关系，先甲大家，因为咱即两工咧讲文化，对无？咧讲台湾历史，咧讲台语，所以就甲大家点即点，其他会当看出来物件足侪啦，足侪。好，来，若讲讲着讲要用台语歌学台语的时候，咱爱注意啦，咱练功啦，练功，咱要教别人，咱要用台语歌教人学台语的时候，就是当然啦，你要注意歌词的架子啦、声调啦，学歌词啦，爱看落来，就是讲安怎选歌啦，安怎选歌，你咱昨毋是讲抖音对无？咱昨讲就是抖音的代志对无？是毋是安尼？你咧选迄种歌较无抖音的啦。较无抖音的啦，有啊你若徛伫学台语的角度来讲嘛你选迄种较无抖音的，搁来选啥物件？选歌词一直重复共款的物件，对无？是毋是安尼？因为你会安怎？你会一直学着共款的一句，囡仔咧学迄个歌的时，伊自然就甲迄句学起来，对无？是毋是安尼？是毋是安尼？昨咱就讲囡仔念了，什物一个安怎？一个 A 啊，一个 A 啊，穿鞋啊，去鞋啊。什物掠鸡、卖鸡啊、买鞋啊，有无？是毋是安尼？就是你若迄个歌词一直，所以像你看囡仔歌，囡仔歌拢爱什么？一个炒米香，二个炒韭菜，三个强强滚四个炒，一个、二个、三个、四个，有无？囡仔一直重复，迄个过程，伊自然就学会晓遐个句型，是毋是安尼？是毋是安尼？所以咱咧选歌的时候，上好是选迄种歌词啦，歌词会一直重复的，搁来。唱的时莫抖音的，无咧，伊学起来嘛是怪怪的代志，对吧？是毋是？所以咱等就来看。上好你若要用歌台语歌去教囡仔的时你上好是爱有罗马字就是像我用安尼有罗马字的对照，因为有当时敢若汉字伊会毋知要安怎唱。迄个字要怎发音，对无？有罗马字就是咱有正确的发音，对无？而且伊若无准无特别学啦，伊若安尼看一个，其实久来啦，加看几遍啦，就知影啦。有当时学语言是安尼，你无一定爱真正学讲，我着坐伫遮去学什物语言，迄是真有目的性才会安尼。你若无遐尔有目的性，加看几遍啦，你着哪看，其实着拢足会晓，拢足会晓。安尼了解啦，好，歌词有两个网站，咱甲大家推荐。一个是歌词正字，就是咱头仔推荐大家迄个迄个是网友就是伊有一个审核机制啦，毋是讲你黑白写，伊就黑白甲你公布出来安尼，毋是。伊即个歌词正字即个网站嘛，即个网站，伊就是你会当，你若有兴趣啦，你会当去看内底有啥物歌，若无歌无歌的，你内底无的歌，你要用，你着去注册一个身份，你着当去讲你要编修啦，毋是讲你一届就爱编好你慢慢来袂要紧，伊内底有一个 percentage 伫下面啦，什物50%、70%、80%安尼，你好诶，你着汉字罗马字，你家己若有自信，你着去用，伊着甲你用起来安尼，有一个审核的机制，所以伊内底即摆已经有足侪条歌啦，足侪条歌安尼，歌词正字即个网站安尼。因为你会当看这啦伊排行榜啦、歌名啦、歌声啦、响啊、点分、乌面腊八故乡呀，什么乌脸白啊、黄昏的故乡、未了青春梦、红红花，啦，有足侪你有听过，捌听过？你看有42个，你看有偌侪块歌，足侪块歌对无？你若要唱歌学台语，一定爱看正确的台语书写法啦，对无？你若要看罗马字，这嘛拢有啊，对无？是毋是安尼？是毋是安尼？所以遮个物件啦，即个歌词的网站真甲恁推荐啦。当然，佫有另外一个咱嘛是爱甲讲一个啦即个是陈文杰老师家己，伊家己一个创一个迄个啥台语歌真正字歌词网啦，伊就咧讲真正字安尼，无敢巧有假正字，
伊内底嘛有足侪块歌的啦，哦，嘛有足侪块歌的安尼啦，吼啊，当然啦吼，啊，即个部分咱讲义内底有忘记，咱就无特别点入去啦，吼，啊，你家己去看卖有啥物歌，无即个遮潮啦，但是这是考虑到这是伊家己一个创的，所以嘛是爱甲鼓励，嘛是甲大家上讲一下安尼，吼，歌词会当参考者啦，吼，参考者啦，啊，搁来啦吼，你听 melody 的时啊，吼，你来听 melody，咱要讲第一条歌啊，第一底啊吼，咱要讲的歌吼，咱要教大家唱的歌吼，是萧太人的点心档，吼，是安怎萧太人点心档咧？因为咱是来自美国嘛，对无吼？啊，萧太人啊吼，萧太人嘛是来美国啊音乐家嘛，啊伊伫美国的时候就想到台湾遐好食的物件啦，哦，啊遐好食的物件的时啊吼，伊就写即个点心档安尼啦。啊伊讲安怎你知影？伊讲安怎哩啦？伊讲吼，唱即条歌啦，唱即块歌，你若无互感觉迄内底物件，唱甲你足想要食的，唱甲流嘴烂，安尼你就唱失败，你就唱失败安尼。所以一定爱成功啊，一定爱互大家讲，足好食的安尼啦吼，安尼才会成功。这就是伊伫美国的时写的歌啦，怀念台湾的点心啦，吼，台湾的点心啊，吼，啊要安怎表现即个物件？台语歌内底要安怎表现？要安怎互想要食？啊，歌词就写了安尼啊，甲大家讲。伊要安怎表现？想要食，还是无想要食？爱用 melody 来表现啦 ，melody 来表现啦。你看吼，咱用传统台语歌来做例啦。旧情绵绵，大家晓唱无？一言随出就要放乎袂记哩，旧情绵绵，日脚上也是你。用花水泉，为何偏偏对你钟情？来，重点来啊！要讲的来哦。想你，想你，想你。有无？来，我问你，有想无？有啊，有想还是无想？有啊。伊明明讲三届，唔想你，唔想你，唔想你，对吧？因为很重要，所以说3次，对吧？你真重要，再讲三届，你来讲唔想你，唔想你，唔想，啥你也感觉伊想伊？我就甲你讲唔想伊啊，但是啥你拢感觉讲啊吼啊有想有想，对吧？是安怎？因为你看伊的 melody。唔想你，唔想你，唔想你，